让我觉得很丢脸，因为连慧茹老师都哭了。很好，很好，已经没得挑了，还不错哎，我其实还蛮喜欢的。爱启动今日表现到以後，也是為看班場到依然未透。女生要做的亲吼，远不一样大。闹热大擂台，鬧熱中下來，哈哈！哎呀，哇，緊張，出擊！好倒數天呢嘅禮拜嚟哦，所以今日有6位參賽朋友，吼，啊，要選出1位第6名嘅朋友，然後參賽朋友先第6名，第6名，啊，留5位今日和下禮拜嘅冠軍比賽。積分賽比賽規則，大禮拜有無共樣嘅主題，先輸這主題演唱一首歌嘅，積分最高嘅前5名，做得今年年度總冠軍嘅比賽喲。今日評審欣賞由羅哥你欣賞，齊色你欣賞，齊色你欣賞，總隊欣賞。上禮拜安尼欣賞吼，已經為安尼每一位參賽朋友吼，有出3條歌嘅本家的吼。哎呦，3條歌。一對一，比如說羅國立老師對上吳佩雲，他就記住出3條歌嘅本去練。佢3數就錯了。練以後，練好以後，根本於羅國立老師要只聽3條對方嘅1條歌俾唱。嘿，所以上述地都以為想要出來題，伊可能嘛唔對。唔對，吳佩雲也唔對。老師可能心裡有數。來，那先來歡迎我們吳佩雲啦，哈。好，第一就歡迎佩雲。佩雲來到那個台當中。佩雲，老師有自聽3條歌嘅本。嘿。那有快歌嗎？有，或是有？中快。還是慢？抒情歌比較多。都是抒情歌比較多。哦。那你最擅長的啦 ，OK 啦，你最擅長。抒情的應該冇問題啦。那按住來請羅國立老師。你是指定哪3首歌？您指定的歌曲是？我他們配原創嘅歌曲，第一首係我寫嘅《鳳羅趴》，第二首係周琦先生嘅《無言法》，第3首呢就係劉榮昌老師嘅《落橋》。哦，落橋，落橋。係啊，3首歌曲。都做懂我。因為3首歌曲，大家伊個共同點就是講，高低音嘅音域差別較大。它的低音部分是 OK 的哈，但是當奇怪，一上高音的時間就來了，就是鼻音，就來了。其實大家歌唱嘅技巧來講，嗓音來講是不差嘅呀。所以你講發音的位置也是基本的問題當重要。所以我希望佢透過一3首歌嘅高低音落差比較大的歌來訓練以後練習以後面，它能夠改掉鼻音發音這個毛病。係啊，呢，所以我說現在3首歌必唱。挑戰。要3首來講，請希望老師只聽3首對方嘅哪一條本唱？鳳羅趴吧。鳳羅趴呀。哦，比較有把握。肥水不落外人田，這都老師的歌。挺你啊。啊，你還知道請羅國立老師來公布一下。係咩鳳羅趴咧？只聽哪一條歌？係。落橋。好。落橋。可以嗎？可以。可以哈。好，按住來彈，佩雲帶來一條落橋。路橋，你的臉飛幾多年？祈求我看到在個嘅牛叉開單嘅人咪擦火。路橋，路橋。你的臉飛幾多年？祈求
无看到，头摆嘅夜光杂茶嘅影中闪过。你叫下嘅好把水，咿咿呀呀流无停，路中头嘅人来来又嘻嘻，冇平衡嘅做太稀。你叫下嘅好把水。风影来来又嘻嘻，万人会记得你，万人会记得你。你叫下嘅好把水。路中头嘅人来来又嘻嘻，冇平衡嘅做太稀。你叫下嘅好把水，咿咿呀呀流无停，是路伴风影来来。嘻嘻，万人会记得你，万人会记得你，万人会同想你。好听呢，好听呢，按这样知道人家从容用吧？暗地呢？有没有掌握好？应该喊做的吧？喊做的咯。好，问一下指定你唱这首歌的罗老师。罗老师哈。好，佩云，有聽到咧，有聽到嗰種感覺咧，就講其實今日聽唱一首歌曲，董平順，雖然講在鼻音嘅部分咧，喊喺倒手會不會出來，尤其像來來又嘻嘻嘻嘻嘻嘻又出來了。路中頭嘅人來來又嘻嘻，冇平衡嘅做太稀。13年一个坏习惯造就不是1天2天的事情了。你要怪的，要从国的发音位置需要很长的时间，也需要一个好的老师想办法请欣赏去搞你。唱歌也可以透过大量的练习改善你自己的所有的毛病，好不好？今天给你这个鼓励，加油！好，谢谢。好，大致上算是改善很多。是，但还是要看一下分数了。不要困难哈。来，好，批云的分数。没关系，加油！好，好，安之先，谢谢，加油！好嘞，我们就要欢迎下一位了哈，刘飞琴来到舞台当中。哎呀，慧清这个老师还只听嘛个歌本呐，你觉得你数到100啊，你只听的歌曲上数，有乜个新的挑战，还讲较困难的地方？还是你都觉得好困難嘅事係因為三條歌都係本單係誰來嘅唱嘅歌嘅。哦喲，現誰來嘅歌誒？男歌女唱。對，所以一開始唱嘅時間就很焦慮，因為我自家應該適合的音高我都聽唔到。哦，音域。哎，你這個音樂人喲。可是還是因為東南州不錯。東南州，但也其實聽帶一些，我說網上嗰些會不會歌嘅有。
创作去。哦，因为你这个创作的时间，你提供这个音乐的呢，不会去给伊请嘛。但是你要充分野果的时间，就可能就困难的哦。所以哦。所以安尼同学的上吗？上树，试试看。试试看哈。啊，按这个问一下那世慧老师。世慧老师指定的。OK， 慧清，今天呢，老人准备的三首歌呢，艺术是永涛老师的专业，听艺术是年轻的爱卡乐的年轻的三姑嘅鹹水嘅，嚇，然後第三首係曾仲偉嘅最強嘅阿婆。好聽哦。廿三首我先廿三首嘅原因呢，係俾我當氣氛嘅海綠化哈，你的海風。陳永濤係嘛？三姑嘅鹹水嘅。三姑嘅鹹水嘅 ，OK 嗎？拼了，真的吗？拼了，试试看，试试看哈。老师哦。按这个弹一下飞琴带来一条歌曲，好来，等啦。歡迎來到紐約嘅市場，兩大不動到人類擺攤。賣食嘅賣作嘅，還有各種各樣嘅程度。你見到有件魯迅當出名，有人按頭三姑嘅染水街，跳架，見半夜愛老愛買馬街，聊到好什麼，好什麼，好什麼，好什麼。你尽量买爱随你便宜的，染水街，染水阿伯仲有long有切兩盤，你看東西東東你有什麼計？太主叫誰人裝，小草抬起來，點心全部老愛買，唔是豬類。甜筍乾、豆腐乾、牛排骨裝一碗，你看東西東東你有什麼計？陪你食到當健康，夾上當住衛生。歡迎來到紐約嘅市場，兩大不動到人類擺攤，賣食嘅賣作嘅，還有各種各樣嘅程度。尖島有件魯迅當出名，有人按頭三姑嘅染水街，跳架，見半夜老愛買馬街，聊到好什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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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盡量買愛隨你便宜的。染水街，染水阿伯仲有我有這兩盤，你看東西東東你有什麼計？太主叫誰人裝，小草抬起來，點心全部老愛買，唔是豬類。溫順乾、豆腐乾、排骨牛裝一碗，你看東西東東你有什麼計？陪你食到當健康，夾上當住衛生。買強強嘞！希望台隊長。哇！賣槍槍誒，真的，生理當好。這種去搞那種吃，較無語言哦，從來真的很吃言，很好聽。這個你咪從哪樣辦？有賣黑就好。應該要從老闆娘吧，先隨機老闆娘。世慧老師，這從哪樣辦？我知道三首歌嘅用嘅就冇乜共用，特別是一首歌嘅。我本嘅建議係，其實也係歌唱比賽，唔係創作比賽，所以它有一個很重要的元素，唱歌者就像演員。金碧，你已經試着在突破了，這是我想看到的畫面。
这是我知道你两个勇敢，要出个慢慢的行下去的。虽然讲还冇达到讲我希望的嗰種快樂，真正入菜市場去買菜的心情。啊，講我知道兩個勇敢我看到的，我希望講繼續下去，不用輕鬆。比如係講有一批5強樣樣班，我希望用同樣的態度繼續往下走。好。按这个看一下，今日带来一条歌的欣赏，要分1道分啊，来。刘飞琴的分数。啊？怎么那个？就是那个慧茹老师。慧茹老师。有。哦，其实这首歌，真金不是很好唱，然后它的词很多，然后如果你不是很轻松的话，你很多在下点的时候其实是跟吉他是没有对到的，旋律上的那个稳定度也不够，有很多的地方好像快落掉那个音准了。这个我觉得是比较线条没有这样的歌，如果线条还没有做得很完整的话，我就会觉得有点可惜。加油！好，很谢谢。你用埋切卡弹哦。啊，因为指定的没有办法弹。哦3条叫做弦编啊。对。一会儿就这3首歌都很困难。哎呀。没时间再一弹。不会啦，没关系吧？没关系，好了，好了，不好？好，谢谢你，好，先撮好嘞，看今日第多名。撮嘞。哪一种？哎，分数按大，有可能今日第2名的迄期哦。哎呀。那么快出来干嘛？我没有教你呢。好，来，Come on baby。你干嘛？Come on baby。而且你今天这个眼妆想吓谁啊你？我干嘛杀红眼啊？而且我今天就想要问他，因为老师有出3首歌嘛，我就不相信他今天3首歌，然后还带一个 band 来，一个团来，不可能。真嘅有3首都有练习。你头人家团员，你这个练就穿，你头人家团员全部都练就拜托夜超欣赏老爱听说，拜托。哦。哎呦，真劲的落的呢。那问一下，哲伟老师，你指定马该国的本机唱？伊真劲当用心吼，因为一直以来于桥本你懂得惊喜，我每当希望因为我的出题，让他有配的方向去，因为佢特别带来的乐速度当厉害，我就想讲，我不管佢带来係乜嘅，我開3首歌曲。哪3首？頭2首呢，海陸腔之外，他們也是團，黃子軒與山平快。轉服嘅路，還有聽一首係愛卡的講講，第3首係蔡宇先生董秀友嘅比較快版的《勇往直前行》。呢3首歌曲歌詞都一難哦。很密嗎？不只是很密，對佢來講，以前佢寫嘅歌詞可能當簡單嘛，我定也冇做看到，我定也冇做看到，MV 啊呀嘛嘅。那可是呢條歌曲，我希望我本期。容易講嘅係，係要當法嘅路，做啲創作係那多無窮嘅東西俾人哋。故所講，我根本日愛指定嘅歌嘅，係乜雞歌？係講，愛卡的。這首歌曲它有一點點中快哈，然後有一點點英式跟鄉村的結合。我希望我唔知幾位帶來嘛，我嘛該用嘅樂數。他可能會幫你編成抒情的。沒關係，我們拭目以待。哎，都台灣用的嘞。哇，按嚟這個唐一橋帶來，唔知有改編過嘅講。哎，講。小巴塞3年跳有了，汽車款款，風景裏行 on my way。That's right， 後頭發嚟，帶到歌曲堂堂，經驗裏頭隨時做地，欣賞經驗 on my way。That's right， 經行經然來。講，3口6天讓你發
向前冲看，莫小路东路线，讲讲讲讲，讲讲讲讲，强强的走呀，连天往心强送，莫小路东路。上爱晒3年就有了，随时在地欣赏景仰。On my way, that's right， 好出发来，讲讲讲讲啊，讲讲讲讲啊，山口榴莲让你发用心冲看，莫小路东路线，讲讲讲讲，讲讲讲讲，强强的走票，强讲讲讲啊，讲讲讲讲啊，山口榴莲让你发用心冲看，莫小路东路线，讲讲讲讲啊，讲讲讲讲啊，强强的走呀，天天往心强送，莫小路东路，讲讲讲讲啊，讲讲讲讲啊，讲上蒙太嘎，讲讲。哎，四位老师好。啊，是4位老师好，4位老师好。不是4位老师，是4位老师。来，都到中间了，好，来。哎，这位又新面孔，新老师。梦，对。梦，小梦。他是我们日本庙嘅转系嘅第8嘅制作录音的助理，以及和声。对，他除了唱和声，那他还会弹琴。哇！不是你转，请麻烦你转过去看你后面那一位。讲讲讲讲 ，That's so beautiful。你真的很犟呢。静一下。超哥。谁来安讲？谁来安讲？怎么会愿意让他们这样折磨你？你真的奶粉钱真的难赚。你们是受上礼拜受那个咸水鸡给他好了。场均的影响是不是？对，真的。我们要向那个场均欣赏好戏，真劲。哎呀，那呛一下那这位老师是。好，这位老师。哦，不敢。再一次谢谢于乔带着这么厉害的3位老师。啲糖尿素高 Q 的时间哎，其实有发面，然后上到《爱丽丝梦游仙境》，你知道就有稻草人呐、狮子啦，然后你就看到于乔一直往前走，然后就是觉得这4个人要去闯一些什么之类人生的难关。其实我有感唔通啦，因为我知道有按的方面，以前我常讲的时间，可能艾卡特他们2个男生嘛，就很阳光啊，然后也是很进行曲。给我们充足的能量。不过于乔他无强用，可能其他什么其他远的位带点给你的。然后我其实很喜欢这样的编曲，只是他嘎发有懂得入声字，入声字就是短促音，好不好？这个地方一定要唱很清楚，不然会失掉哈嘎发哈嘎狗的咪西。好不好？当然给米还那种狗分啦，不过谢谢你接受我的挑战，谢谢。什么欣赏？讲真，唔特别冲的时间啊，咪欣赏最多你来讲，耳机会带着嘛，要听那个一些毛病啊之类的。他在唱的时候，老师都放下来，是在欣赏。对，没有毛病。然后我刚好站过去，干嘛？你要不要牵他？医生，我牵他过马路了。不要跟你有同样的命运。来看本书啊！来瞧本书。哇，你拿不到第6名。
真没机会了。不過一到分數照道理來講，應該唔一按到禮拜較冇按好嘅分數吼。冇啦，嚇，冇啦。但是也分數。行喺動過啊。行喺94分。動學嘅成績。對，比琴比起來當然動過。冇按用功花啊！明成都好好快快啦。好好快快。個個大大啦。個個大大，好好快快。好啦，謝謝你們啦。謝謝你們。歌曲就係。其實我有點不敢唱這一首歌曲。為什麼？因為我就在想這一首歌，因為我要有連接嘛。對。那唱這首歌，其實我想到我的表妹，因為她現在人不在了，對，所以我這首歌就是想到她。嗯。好了，下一位啊，陳寵雲。你的裙子呢？裙子那已經是上禮拜的事情了。哦，對啊，我還一直停留在成績不好，所以就換回褲子。哦，那你頭髮怎麼還沒換？頭髮來不及。沒有，頭髮跟上一集沒有關係，頭髮是洗頭洗到褪成這個顏色。哦，是啊。對啊。哦，誤會了。你今天是怎樣？你去外面忠孝東路逛街啊？沒有，這件衣服是特別針對三首歌曲的共同性所準備的。對。一件衣服闖天下。有乜嘅含義？有乜意思？我有3首指定曲，慧茹老師給我3首，一首是雨薇老師的《從頭來過》。哦，哎，對，就還沒破梗，你就一直破梗，實在是。然後還有，反正就是3首。我們問一下莊老師，好，莊老師從頭來過，還有乜嘅？係從頭來過，然後第2首呢是東東老師的《拜伊唔是肉》。哦，是仔。唔是肉。第3首是亞軍老師的《一頭髮》。從頭來過有個難度，它副歌呢就一直從頭來過，一直這樣。如何可以把簡單的這樣的4個從頭來過的時候一直重複，然後堆疊出讓我們看到你的那個感覺。好，第2首東東老師的。好，這首歌呢，也是怎麼樣可以展現你很活潑、很自然的那個部分。好，那亞軍老師的《一頭髮》，很多人可能覺得這首歌很可愛。春天嘅一頭髮，一頭髮。哎，有很期望他能夠唱到這首。對，我也用那個女生的聲音。對，其實我覺得這樣子也讓我能夠，我也很想要感受一下你這樣的一個很輕鬆的唱法會是什麼樣的感覺，所以我選了這3首。那覺得老師會出哪一首歌本？我覺得一頭髮。一頭髮。對，因為他想看你那種。一頭髮，一頭髮。哎，其實我原先最想聽這一首，我後來覺得。畫面太我後來覺得不要太為難統軍，沒有其實我知道我想聽聽看你唱東東老師這首歌，什麼歌呈現出來的感覺會是什麼樣子，所以就拜伊唔是肉。哦，拜伊唔是肉。好，有沒有把握？可以，應該可以。在不吃肉的情況之下，好好的唱，好不好？很環保的一首歌，非常環保的一首歌。好，來，唐吉唱一條歌。好。Come on。全球能把令人眼淚嘅笑。明君笑容海水眼淚也都已咁啲的夢，你有關心麼？白色嘅胸就會摸不開了，東野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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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模神樣，明君就唔會比愛你笑容，一模神樣。安排就會有不卡了，拜一模神用，排骨變豆腐，也係你嘅技巧，表示表面起波符，
笑，森林消失，摊牌越来越过意咁你的梦，有关心么？哎，你嘅 TQ 就会冇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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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意义冇信用，摊牌就会越来越少。从 QTQ 睇下穷下來，擺冇信用，排骨變豆腐，掠起你嘅 TQ， 留本子孫一條路，擺冇信用，空間就加分，掠起。Me free Monday.哎呦，那个是灯要小心哦，哈。你很厉害，你现在我觉得这首歌你唱的不会输东东老师哦。哦，真的吗？真的。好听耶。不敢。我很喜欢他这种味道。真的吗？对。我看你都在滑手机。我在听。来谈一下张慧茹老师。哎呀，其实你冲狗一直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拍子的问题，但是我很喜欢你今天的表演，就是你的那个，我看到你的笑容，然后你的整个那个自在的感觉，我觉得不错。但是东岩翁，你是念东岩蒙，冤枉了是不是？对，你可能要更清楚，因为我们都觉得你那个字念错了，主要是词的问题，还有你的节奏的问题，不然我觉得你今天的诠释。还不错哎，我其实还蛮喜欢的，但是词的问题就是比较可惜一点。然后中间有一个这个最后这个音掌握的不是很好。你的高音 hold 在哪里？你的低音也要在那个地方，只要音下来，但是位置要一样，那个间奏就会唱得更好。OK， 加油！谢谢，不错。好了，那就要考虑分数了。好，来看陈崇军的分数。52，还不错了啊，不错。哦，做对了。先回座休息一下。好 ，OK， 好，谢谢。这一支麻烦带回去一下。对，那个还不能带回家。好嘞。3好了，林胜怡。好了，欢迎来到舞台当中。心怡老师，今天那边欣赏的指听。有请罗国立老师。我指听问沈以聪的三首歌分别是T数余伟老师的《一撒》，各位听音数世辉老师的《多年以後》，还有第三首是季中发。哎呦，因为沈以哈。一直在我们这一届的闹人里面，他一直是一个乖乖牌。他可以主管在七个能力范围内做任何的发表，但是上海本期一些的较有困难，或者讲佢上海佢跳到较唔咩按对嘅歌曲的时间，佢嘅表现就被框起来了。所以我对佢嘅期望就讲，我希望他能像海军跟世辉老师一样。使坏。不用到使坏，唱歌能文能武，他能文，但是他武还不能武。什么叫武？就是说野的那一块，唱歌野性的那一块 ，free 的那一块，我称它为武。所以这三首歌基本上呢，它都是能文能武的歌曲。那至于心怡他能不能想到我这个想法，能不能去发挥去表现，就。看他的用心的程度了，所以国立老师呢，根本也爱先来
跳国比我就献一张能文能武的老师的歌给他唱，诗慧老师的《多年以后》。多年以后哎，我很爱听这首歌。有没有把握？有。好，安尼就弹一条歌曲哦，来。看电繁忙的相片，二老爱男丁也的乡前，也个灿烂的笑颜，时时因的爱的眼泪，还装着那样表出来的歌话，想起你对爱的怀念，对爱的照顾，你从此埋怨，你讲了黑的，全是个应验。多年以后，你没你爱的身边，全都在梦里让相见，爱依然肯定，也个笑颜，也个幸呀，是你爱情缘。多年以后，你没你爱的身边，全都变心里不是改变，爱依然肯定，也个笑颜，也个幸呀，已经不再出现。爱无多久也加怀念，只希望有意义，你走在转来爱的身边。嗨，嗨嗨，怎么样？你吃的有没有挑战成功？唔知呢。你觉得你创到较好，也系诗慧老师创的较好？思慧老师。给公，莫黑啊！不一样的哈，不一样。我是先唱诗慧老师的讲一下。嘿，啊，诗慧老师。我記得上拜有老人向下唱歌也數過嘅哈。哦，對。係其實佢當時啊，我知道人用佢嘅方式，係用人嘅咬舌嘅方式，一切就其實大概主要安尼印象啦。所以講人也兩隻嘅部分嘅缺點，一切我表到我心肝都表當叫，一切冇老人講。做幾擺表演嘅時間，我老人講一擺。喺用金幣嘅金幣表現嘅方式嚟講，我知道要讓我發糖一批吼。我知道唔正經有改變到，而且個一下出現嘅嗰種神仙，要留雙擺無共樣嘅，我知道當歡喜，我知道當歡喜哈。所以講咬舌嘅部分沒有進步，所以也數個位功夫下一度哈，下一度。當然啦，因為還有個地方啊，可能。我希望講，因為可能人嘅客家話講冇按好，所以有陣時發生嘅部分嘅客家詩啊，唱歌嘅時節一定要注意到我老去講說。好。
OK 哈，一定会留给咬舌哈。好，是谁？我的老师。决定了。好，我知道生意不负众望，不负我望了哈，因为你创体机创出来，我老师为老师对抗一眼，好像还不错。差不多。名头也出了，但是毕竟要怎么把你跟一位专业歌手去拿比较，其实一难的事情，但是有没有用心在这个地方就看得出来了。四位老师刚刚讲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说，老宋一辈他听你唱这首歌的印象已经完全不一样了。那我听我堂的感觉没黑暗的，事实上有两个 key 方面，你的走字韵腔方面都很稳。当问题当然，中国艺术国有两个特色，老师有他的范本，有他的特色，是你要改进的空间还是很多。但是我今天给你唱这首歌的表现也是很肯定的，加油，林心怡加油哈，谢谢。好，先生。谢谢安子姐。好，来分享个分数。林心怡的分数。四位先生，目前最高的。最高分。哎呀，比雨乔还贵，还高嘞。对，还贵。还贵。还贵。哇，恭喜！那应该5名以内没问题的哈。晋级了啦，低了哈，低，等下分数算准就低。有了，非你莫属。谢谢。你说非谁莫属？陈长君。好，来欢迎怡涵来到舞台当中。欢迎怡涵。怡涵。老师有指定歌曲问哈。你有什么难处？我看到3首歌就有点想弃赛，觉得对我来说有点难。忙是唱过歌的吗？我没有唱过，然后我也不敢选，都不会去选。这位老师指定。好啦，因为其实怡涵第归比赛时间，我很喜欢他的声音，给他上岸后，你用白龙给他上。讲故事他懂得，譬如讲，他如果拥有慧清讲故事的能力，他又有其他参赛者唱歌的本事，我觉得佢會懂厲害。古所講係 top 3首歌曲，咧3首歌老實話講，對any 幾位老師嚟講，真係都有難度。第一首係林生祥老師嘅《細妹兒看》，細妹兒看啊。好，聽一首咪係沈祥欣賞嘅《中書》。從那步路向嘅你，因為我想講佢加上做的講故事嘛。第3首hà南南，羅太歌一聽懂，家嘢佢家有講陳永濤老師，陳永濤先生。頭拜給你，還有關凌之老師唱過。什麼時候得罪他了？你真的有得罪他？因為這3首歌讓一個參賽者想棄賽。他沒有不適合，我相信我愛弄講給比羅列哈，我一直覺得他缺臨門一腳。你練武功的時間，他如果打通他的任督二脈的時候，我告訴你，他就不一樣了。那萬一今天沒打通呢？那就武功全廢。没啦，没那意思啦。来，我们要接这个，不是对，不要吓到，不要吓到，因为我对你有信心。你告诉你自己，你做得到，可以吗？给自己一个机会，给我们大家一个经验。我也相信你做得到。对，怡涵加油，加油，加油。世辉老师呢？我要来。当然呢。OK， 这个就是我讲的，其实我要的就是态度。可以吗？对，好，那其他参赛者，你觉得他做得到吗？可以吗？小江老师，老师们，啊，因为你们，小江老师，干嘛你难以启齿啊你？好，那既然我看到小康老师的表情，我就知道我要挑哪一首歌了。来数，第2首歌曲就係頭拜給你。可能会比林生祥老師的那個難度來的低一點點，稍低一點，稍低一點，但也是很難的，很難，挑戰看看。最主要是味道，細咪，好，可以嗎？做的，盡力啦，做的，做的，我相信你可以，來頭拜給你。Hangite, hangite, hangite.
无眠匆匆，跳摆建议，爱看人错白戏，跳摆建议，爱客飞笑，跳摆建议，爱杂发送本意。 做台戏，跳摆建议，伫雨堂困台戏，跳摆建议，想念着故味。 跳摆建议，爱笑建议，跳摆建议，创作建议，跳摆建议，快乐建议。 很棒，很棒 ，OK 的，很棒啊，真的好棒哦，真的。没有，其实我有点不敢唱这一首歌曲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就在想这一首歌，因为我要有连接嘛。对。那唱这首歌，其实我想到我的表妹。其实我印象中她都是留短发，她没有留过长发，所以第一句，就是长发的样子是我想象她的样子。然后有一句是她远走高飞，然后因为她现在人不在了，对，所以我这首歌就是想到她。对对对，然后我刚刚很怕，其实我练习的时候有哭，所以我有点唱不太出来。 难怪他剛剛從頭到尾唱一首歌嘅人目睭都冇擘開來。對，我就覺得我以為你是很陶醉，你一直在這個歌的一個氛圍裡面。它有一個情境在哦。對，我很開心，因為這首歌讓我想到我的表妹，因為其實他爸爸是客家人啦，所以我們小時候被長輩 Q 出來表演，他永遠都是唱同一首客家童謠，我覺得很可愛，他都沒有變過，都是那一首。但是我有點記不起來，因為他那時候還太小。對對對，想練到。很好啊，這個一首歌可以讓你勾起一點回憶，也很好啊。對，謝謝。很美好的，很美好的。是。好，這位老師，我之前就告訴你說，唱歌要有一個對象。 我覺得你都把我話聽進去了。你當唱第一句《韓記》的時候，我覺得，不枉費我在幫選手挑歌的時候，其實我都花非常非常多的時間。我可能聽的歌不比你們少，
所以我很希望，就像我刚刚一开始说，我对你有信心，你要对自己有信心，然后打通你的任督二脉。我觉得在这首歌里，我非常的开心，看到你在这一季或是这一年度的比赛里面，每一位老师告诉你的，你都用在上面了。某边重重，头白给你，尤其那个你，还有 I can't be 穷，就是你已经。就像嘉秋老师说的，唱歌像说话，说话像唱歌，你做到了。第一个，第二个，你的尾音啊，是很多歌手做不到的，就是你勾一下，那个勾一下不是说我打一下你，或是飞到，不是，他就是你勾一下说我要听他下一句说什么，就是那个感觉你做到了，这是我一直很希望你做的，就是你把那个歌里面的整个的精髓变成你自己的。你回去听哦，你去看转播，像那个头白给你像演奏狗比，你以前低音是低不下去的耶，你知道这个低音有多漂亮吗？然后最后一遍的喊基的，是所有喊基的里面的最高级。就是一般歌手不见得做得到，那是要靠运气的。那个喊基的除了有技巧、有感情，还有你自己的味道。喊基的，喊基的，喊基的你，喊基的，喊基的，喊基的你。然后唯一我觉得我不忍再苛责的，就是因为你不是客家人，又叫你唱这个歌，我很抱歉。但是那个 tail 我还是要再提醒你一次，你是 tail 是 tail。O 的音，好不好？因为这首歌很重要的是头，但是我很谢谢你，没有让我觉得很丢脸，因为连慧茹老师都哭了，大师都哭了，我觉得很棒，我很喜欢你今天的表演，谢谢你，加油！我们都很喜欢。好，还是要看一下分数。哎。可以加一点点吗？加一点点。一涵，其实你今天真的表现很好，很好，已经没得挑了。只不过说最后面，当然你的感动，就像哲伟老师还有慧茹老师，包括郭丽老师，一定都被你感动到。主要讲，其实 Hellboy 部分啊，我比较针对你在表现上面给你一个建议而已。因为 Hellboy 有8集，全部都是你呀，老师。你要如何让它有切割开来，不要让它每一个你就空拥宠，然后让它真的，你真的在讲话。要有一个替换，你有替换了以后，那个被你说动的感情才会更完美。OK 哈，其实两个喊基的是超完美的，可是如果这一句再加上，我相信每一个都会按25。OK， 按这些。看看是不是了。对啊，所以看他今天是排在第几名哦。接下来看几个分数咯。排一下的分数。96分，这一次分数很高哈，但是连续6个礼拜排起来就不知道了哈。阿妈，先请你下去休息一下，谢谢。好，今本日有6位的参赛朋友，按照猜5位，所以要试题1位哈，1位多带很满人呢哈，我来公布一下。很满人呢，我来公布一下。嘿，老年大擂台第5个年度冠军赛第6名的，就是目前总积分到553分的吳丕雲。好，歡迎吳丕雲來到舞台當中。吳丕雲，我來請羅國禮老師來頒發第6名的獎品。一路行來，進入到第6名，冇簡單的哦。羅國禮老師來鼓勵他一下。就像我前面講嘅哈，其實每位參賽者也很容易的下來切實嘅努力，然後一個表現，在這個舞台上看到自己成長，我希望也才是你們最大的收穫，好唔好？加油，好。好，希望欣賞，謝謝。站在這裡比較不會講哈。坐在那邊很會講哈。好，謝謝老師。謝謝。畢業。換你啦。
心情如何？哦，就是很开心可以跟，就是这么多优秀的参赛者， 5位的姐姐跟哥哥一起，就是以歌会友的比赛，对，然后也就是很有荣幸跟那个金曲歌后一起表演，跟就是很多朋友对团队他们学习很多啊，对，然后这么多集。老师们这样子给你很多的建议，你应该也进步很多。对，所以其实唔怕啦，讲真的，按多人比赛，比到也下做的比到安尼演出的体力面，冇简单呢。一路行轮啊，记得都那时候在选秀会的时候，他有录取，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一般般，然后都慢慢的一关一关，甚至到现在这样子。慢慢的，我们也是像变成朋友一样，也不叫有话聊这样子。对啊，可是常常会求人家，当然。可是因为金炳印呢，我今天也有话要说哈。金炳呢，譬如拿到要踢流苗，推背用下礼拜就冇法拖在那一页。所以我觉得，恭喜他，还是要祝福他。我希望你在歌唱这条路也好，表演这条路也好，能够越来越棒。越来越光彩，加油！好，谢谢。最后，我看你妈妈哦，每一次都陪你来，然后每一次的手机拿着一直录音。妈妈很辛苦，跟她说个话。谢谢妈妈。还是说我们可以邀请妈妈来台上？哦，妈妈，来，爽了哈！我妈妈好。我妈妈轻拍声呢，每次拿你女儿开玩笑。不会，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对呀，譬如也一直培养，也希望讲佢啲歌唱嘅路方同好啦，吼。也非常辛苦，逐礼拜嚟批定佢來。係啊，都上到講2、3月班啦。2、3月班。係嗱，2、3月班，係嗱安尼，係因為較熱啦，較暗嘛。都上到個2、3月吼，也有班那樣。所以，譬如也練歌嘅時節，要不有動認真嚟練冇？有。平常是動認真嚟練吼，因為一下讀書吼，就較無限啦。係嗱。到個宿舍吼，愛練也蠻簡單啦，因為要講吵到同學嘅嘿啦。所以批人也辛苦啦，人也辛苦啦。哦，你根本你來拿一下來，感謝一下媽媽。辛苦的路程，在這裡告一段落。謝謝哈，謝謝吳媽媽，謝謝佩媛，好，希望佩媛繼續加油，好不好？加油！謝謝你。女皇歌劇組呢，好，現在已經產生5位這個進入冠軍比賽的這5位參賽者，晉級者。好，那下禮拜更精彩哦，下禮拜一定非常的精彩。嘿，我了解萬人的冠軍的得主，好。記得看哦。係，也係傳統組嘅嚇，強強安尼今日冠軍積分賽嚇。今日因為試咧第6名嘅，阿劉5位。今日安尼下禮拜嘅安尼冠軍積分賽。哦，了解咯。對，好，嚟繼續評審先生。蒼永慶先生、李秋霞先生、楊雲優先生、羅英先生。一禮拜做乜嘅咧？佢啊條題目卡已經出好嘅。已經選好嘅，比如講三太跳杜方，已經選好講。比如講唱羅山歌，出道嘅羅山歌，佢下禮拜要做用羅山歌來唱，出道平板，也出道山歌詞，做用默嘅跳嘅來唱，根本日按字聽嘅歌詞。嚇，唔係講三太跳用出迄個哦？沒有，換一個遊戲，出一詞。唔係唱跳嘅哦，係唱詞哦。一般安尼做。故人來作詞嘛，無做當作之前欣賞啦吼，也有作過當作詞，也有留下來。根本伊較無共樣嘅吼，當然按有用到安尼一條欣賞作出嚟嘅詞以外，唐詩還有用唐詩誒，唐詩哦，唯美哦，對呀，有杜秋娘嘅《金縷衣》是，還有李白嘅。登金陵鳳凰台，
哦，还有这一位古人。好，词冒号。他还在。对啦，这个叫做名诗，好像就名诗，没唐诗哎。名诗，好。哎，安嘞。TV。先分享一下 TV 参赛朋友。林采莉。用力就是你好。采莉啊。啊，根本也有字听嘛，该跳的本。嘿。根本应该唱落山歌。落山歌。用落山歌。所以一下我书上拿多呀30次。啊，司机，你也配合有配合就差啊，所以要出其中一个。嘿。好。有。所以那一只较有把握。亚苏。名诗。谢古人。谢古人。谢古人。希望出到去哈。好。来出一下。好。你们一直看 monitor。我变起来啊！好，1、2、3。1、2、3。这个。第二个。哦，快睇你，快睇你。嘛？唔是好。确定？恭喜！恰克嘅名诗啊！对呀，按好命。哎呀，心想事成啊！一比赛人家都运气对嘛？我家呢差不多啊，你佢出到恰奇怪先生无我想讲，我去到中间，我就出中间呢。哦，好啦，安尼就林采莉带来呀恰奇怪先生来加个呀词哦，故事来谈个啦啊。落山歌。下山歌，莫来丢那，将来嘞。亲嘛，无奈求那，有限时间。新传的。子孙啊，抬抬有什么开噶？彩礼的运气就会比人家好哦。无啦，伊本身实力嘛有啦。实力也好啊，我运气也好，除了要歌词，我歌词之前还谈过恰奇怪先生，因为有冲过用的。哎呀，所以以后运的呢。唱得顺顺啊，啊，安全。对啊，唱到样板的谈一下呢。唱高中。彩礼根本安别唱呀，落山歌。基本上是唱不论山
也係遠，就做到要多頭多角嗬，都要創到啦嗬。不如講也要老人哋嘅建議啦嗬。其實天意機將來愛潛，嗰隻潛是不一定愛創到愛潛嘅暗殺啦嘅團體。其實有啲人佢唔理解嗬，一隻潛是啦。無奈橋，其實做得聯繫來嘅東西，將來的愛情無奈橋，不一定要切到按團啦。將來的愛情嘛，無奈橋啦。因為倆佢咩入上詩，嗬，潛詩嗱嘅順咩咁樣，佢本身嗰隻詩含有意咩東西，嗱佢讀起以後，聽到會較唱嘢較斷樣嘅，嗰度會唔咩一天都按嚟唱，我記得嗬，冇咁樣嘅詩章，冇咁樣嘅處理，嚇，加油！好，謝謝。煮肉啊，篤緊腸啲。然後咩聽你日今晚篤關事，篤排骨。好，你看蔡呢一本書。念蔡呢一本書。我沒有這樣。有一點點。我這旁邊看很明顯。不是啦。哇，分數好就你又要講我牙齒了。這邊沒有啦，我沒有要講，是你自己講的。你那分數好啊，跟分數不好差好多。分數好，那個嘴角就是很自然；那分數不好，就嘴角就飛台。沒有。好啦，分數很高啦，好不好？加油！恭喜你啦！好，謝謝，謝謝。回做休息。好啦，按照嚟分享，聽秀瑩哈嚟到舞台當中，秀瑩記。你好，你好，感冒好嘛？好嗎？蠻好。蠻好啊！哎呦，怎麼越來越啞？係咪？哎呦，我都不知道啊。唔怕啦，會從國語冇差啦。哦，係啊。用別的地方。三太跳，唔出都乜嘅跳？先後乜嘅跳？三國志。三國志。用三國志，係咪？係啊。好。嚟，要三隻歌詞嚇，嚟俾大家看一下。三隻歌詞嚟。好，哎呦，頂流，哦，冇咁樣樣，頂流喎。頂流。哎呦，利用上，哦，有咩顧念？要顧念。對，李老師。啊，好，利用上下一次。還有咩呢？吃餅。吃餅。吃餅。擦餅。擦餅。擦餅。用按難音嘛，對對對。擦餅。擦餅。所以三樣冇咁樣嘅哈。好。看出到乜嘅嚟？好。看你出到。冇茶啦吼。冇茶。看你出到嘅頂流，也係擦餅。吃餅，誒，吃餅。擦餅。啊？來。哪一個？其中間個線中間嗎？也難用吧？好啊，線中間。真的嗎？咁我彈下吧。好。幸運啊。奇怪。為什麼都不能如我所願呢？幹嘛？你希望人家怎麼樣？擦邊，擦邊，也係頂流。哎呀，也沒有也好了。那你這樣不就講出來了？也好了，因為我們大家要紀念他一下，佢啲人咧客家嘅貢獻非常嘅大哦。對。啊，來彈一下。真嘅呢嚇。好。李老師的。利用上欣賞，係。好。所以講佢設計做嚟保佑設計。佢希望有個歌詞本大家聽到，代代相傳。對啦，好嘛，嚟用三個字帶來利用上欣賞嘅一個歌詞，嚟翻啦。
啊，收音机的运气好的哈，一位歌手哈。啊。好，唱来条歌，应该动手了啦哈。哎呀。没问题啦。是讲感冒较吃亏啦，对啊。对。对，冇办法，比赛。那唔感，那叫唔感冒，你压下就嚟感冒嗰種，係啊。感冒有2-3日有咧哦。差唔多咧，2-3日，差唔多咧，係啊。真奇怪，唔知乜嘅吐嘅。好來談一下李秋華先生。好，上回你就上雲來了，真大聲。不過佢音樂做得真好，原土也拉。啊，不過有幾隻事，本隻建議，客家山歌莫客家。客家兩位山歌啊，客家客，你的客字，你做客家客字就唔錯咧。客家山歌哦，我要談哦，當然你山歌字嘅唱法當然按唱法，不過既然你見面嘅聲音唔好，你是冇調上去唱，冇愛好談調音上去唱，你就戲就比較合適佢。好，唔係講你做唔到按唱，咁按嘅唱法是講你平常時你嘅聲音好嘅時間，按唱法清好哈。還有唔是就聽嘅時間，你是你要必須是帶進面啦，哦嘅時間帶進面，還有愛太上嘅時間氣不足，收音清可惜啦啊。還有甜絲半後啊，咪強浪為用聲音同你立體啦，所以你今日幾數位韻腳清好啦，唔過是。你嘅咬字還記得唱出嚟條尾你就歡喜，因為你自己感覺佢氣不足。不然佢唱出半句嘅時候，你想試着是強下唱，唔過唱出嚟嘅時候，你自己就氣不足，所以你就歡喜，我有這樣響到你嘅分數，下回就機會加油。好，哦，你這乜個意思？下邊多的，你意思我佢今日就第6名係啊？啊？哦，唔係啊。比賽分數冇，總你自己講啊，希望比賽你跌次啊，跌破。不該是太感嘅技巧。好啦，好，來看大家分數。田秀妍的分數。什麼先生？93分，做得啦，呢分數應該唔會差，係冇問題，好嘛？加油！啊，還有1禮拜哈，哎呀。冇應該等下。厲害吧？來，在邊當場就係。等下就。你講真有分數捱得唔低，他個統計係樣板的分數，嚇。來分享呢，吳曲蘭自來到舞台當中，好嚟。啊，曲蘭子3隻跳嘅錯都冇個跳。平板。平板的字眼的啊，對嘛？但是歌詞就較麻煩啦，哈。3隻是母題，係嘛？係咪那個？母題，哈，李商隱的啊，還有鄧金蓮鳳凰台，加油，你拍的。還有一隻故人，賴仁鎮。一模故人啊！前面無來，跳到靠出。好，所以有2位故詞，啊，1位欣賞下一次，看出到乜嘅，好嘛？好嚟。好。凊彩啦，像我同行好啦。同行嘅哦，同行咧。同行全部都同行。真係同行做馬嘅。是不是又是名師的呢？人嘅運氣都冇玩好。哦，唔係啦。係啊，冇辦法。因為你聽會唱嘅。對啊。想配熟嘅啦哈。有。好，佢出道嘅係鄧金蓮鳳凰台。好。嚟，拜託歌詞念一下。鳳凰台上鳳凰搖。風起台空降刺流，吳江花草埋油根，金台魚竿神固橋。橋啊！哦。橋啊！橋起來橋啫。橋啊！嗬，仲橋啊！像橋年的橋。哦，真係啊！橋哦。哦，所以神固橋。請教一下參考中，因為要讀文通嘛，嗬。文通，所以也加見音嘅歌詞，對方有哪部分一啲糾正嘅嘛？冇啊，其他人音做得做個咪好神固橋啦，我音橋喎，唔係橋啊，唔係橋年嘅橋。橋冇音橋啦，像橋年嘅橋。哦，真係啊，唔係橋啊。哎呦，
哦，所以俺要送一颗哈，球哦，所以也念球哦，同个像球的同样的哦。好，来，有心情吗？酒，来酒，来唱一条歌词啊，来。哎呀，唔可以啊，要同时啊哈，哎，那段那个，歌词的路，哎呀，要跳的违和感，嘟吼，对，没有违和感呢，后堂呢，后堂吼，对啊，所以表示。你这个有介意呀个词吗？我觉得今天的三秀啊，唱平板应该差不多了，因为个老师做个秀了嘛，又讲师唱平板，懂冇唱？哦，好彩。咱认真欣赏讲诶，咱认真欣赏写的嘛。对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。所以表示啊，比如讲前言以后，咱认真欣赏啦，恰几个欣赏，利用上欣赏。其他个词哈，都是会变到那古诗。哦，古诗，哎，学诗。七言律诗。哦，来。唱到用班呢？江老师。小姐俩是为平板唱到意有眉头哈。尤其俩下个单元呐，系用咧唐诗呢来入歌。其实呢，安尼客家山歌呢，一个七教诗看起来是老安尼唐诗有相关，非常的相关。但是我哈呢认为讲，安尼山歌就系山歌，唐诗就系唐诗，佢有同样的两种的像咧格式哈。但是佢哈呢就有差别啦，因为讲。诗嘅是这个文学性是加动高，嘅艺术性也加动高，所以安尼对唱嘅人也会有更加好多嘅期待。安尼系讲安尼睇下唱咧山歌，将咧山歌去当直接，佢系当亲切，唱嘛。安尼系故事，佢有咧文学性，有咧艺术性。然后讲安尼做得将其他种嘅感情咧，也当优秀、很典雅的哈。将佢按照通俗嘅曲调，但是当优雅、文雅的这个词，来起到提升我们的客家歌谣，还个提升安尼嘅欣赏也系相当不错。我起到今日材料咬死了。各方面我也不挑剔，我也冇当到诶，按照让你扛时间，我知道你嘅曲调唱到一委婉，好听还加上了好词，你这个欣赏了这个古人留下来的好诶作品，行不呢？好，安子 C， 真的这样套用上去，还蛮，真的还不错，更美哦。对，好，来看一下这个分数哈。漂亮的分数。他像我唱同时呀，像我唱呀。欣赏下次，全部做得，冇差呀，按啥批哟？拢练好诶。没爱去到几个同时哈，很有挑战力。真的，那换一下吧。换一下，不是。
来看一下大家分数哈。扣两的分数。唱唐诗也不错哈。啊，唱唐诗那不错哈。唐诗不错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希望会不会全部出作唐诗哈？好。哎，唱唐诗也好啊，对不对？哎，对啊，96分，安尼先等一下，我等下统计一下人家分数多分，好不？好。好，安子先，好，安子先，多谢哈，再别让我错。三下来，范琴慧泰国。好，范琴妍啊，范琴慧啊。係請開講。你好。啲木下時節出到乜嘅跳嘅？洛山歌。洛山歌，哦，洛山歌。洛山歌。洛山歌嘅表現也就歌詞應該冇乜問題啦，嗬。咁樣母題。昨夜星辰。利用上。哦。咁樣李先生。唱歌對，好，還有你呢？哦，吳怡康。哦。吳怡康。吳怡康。康啊。康橋啊。係嘛？吳怡康。哦，康橋啊。可能入面。哦，好嘛，係嘛，等下，可能喺廚度嘛嘅。唔佢想廚一嘅。誒，三隻詞。我問你啦。奇怪，家下就一個出道也同時聽聽，其他人全部運氣人好，全部都出道。要拜拜啊！係啊。哦，要拜拜啊！要拜拜啊！可能你用上線上即個要保佑。冇啦。到底出道乜嘅咧？好嘞，出道嘅吳怡康啊，來念一拜。主角橋邊也粗法，吳怡康後識洋車，舊時黃車同前煙，畢業潛藏白相架。主乜嘅？主角。腳啊？腳不是腳嗎？車啊，腳麻雀。空腳咩嚇？嚇，按答嘅大麻雀，咩咩？大麻雀。雀。對，請教一下呢。腳乜咋？空腳嘅腳。念主角。主角啊？誒，主角。佢真有冇乜念主角啊？唔係，這個主角係上色咧。誒。橋邊。牙錯法，牙錯法咩牙臭法？係啊。吳怡康後，識洋車，恰。Q 是黃車，同前煙煙呢？煙。畢業有音畢哦，畢業潛爽。潛同時嘅潛啊！哦，潛哦，爽偏爽嘅爽，係偏爽嘅爽，潛爽白相架。白相架哦，哇呀，真係有學問，好聽嘅。誒，其實我真係，一到同事用客家話念起來，好聽。輕聲客啊，很適合的，哈。好，有8萬嘛？自看配數嘅哈。要配咗。誒，安尼當好咧，平常時讀書嘅時間，冇配到唐詩。假期比如配到嘅唐詩不差。念咩千有詞啊？都是念文順嘅唐，阿公嘅唐詩呢嘛。就會壓書誒。好嚟，嚟唱一條吳怡康。主角橋邊。
用家呐。就是王家，同结缘呐，并入了。心上啊，百相家呐。蛮后堂，蛮轻后堂，没有违和感。对，没有违和感，反而提升了我们的是啊，客家山歌。姜老师讲的，让这个客家山歌有更有艺术气息啊。每个人都变那个古人。来，罗茵茵老师。范庆回台过吼，从俩属通识，我感讲，可能是因为你个上任吼，韩国你个表现个能力，拄好从俩属构词。搭配到当好，吼，就係因為你係故事嘅就係感嘆人生從日充滿向榮，吼，人生苦短，吼，所以按樣顯個感情來按呢個上任拄好按唱，喺個加上可能上班我就讓建議，吼，所以在咬字個方面，我取得入下清楚，雖然係從通識，吼，唔過入加強到個咬字個問題圖。所以講，係講最緊愛去講吼，就係呢個咧適用詞，吼詞咧就是你叫上去，吼其實運動會下來。紅氣話適用家呐。咁講我除到最安樂呢個就係你最每日記。百相家吼，你來創任嘅時間，然後貴屬嘅你嘅曲調，就今日按樣嘅清晰，所以我啟動今日表現到以後，是嗎？謝夢老師，謝謝。好，來看讀書啊。翻請快粉書。好。很厉害啊，给文也。大家唱唐诗都很厉害。一来分数就不差，应该没嘛问题哈。哎呀，因为有办法进一下礼拜，好，加油，好不好？先休息一下哈，安子些，好，准备到走。三下来，皮米勇。好的啊，那皮米勇。08之后。2位主持人哈。皮米勇三太跳，出到嘛个？平板。平板。哎呦，平板啊，对你来讲都冇嘛问题。要搭配什么词好呢？要三只词，哎，等一下，先看一下有乜个词啊？大家听下，编过来一下。系啊。好。好，等等。哦，等等。哦。擦边。擦边。哦，谢老师。哦，来三只哈，来。写那里。注意下站，靠听。你较想要从同事呀，想要从呀欣赏下词。全部做得。全部做得，哎，冇差呀。按傻批哟。拢练好哎。没啊，去到几个同事哈，很有挑战力。真的。那换一下吧。换一下。不是。你没讲清好啊？清好啊。啊？清好啊！清好啊！啊，你问一下好不好？问一下。问嘛个？问同事啊。
咁咩唐詩啊？哎呀，除了名詩啊，除了古年，除了古年，今怎么除了古年文艺啊？好了好了，来，慢点，谢老师。好啊，又要冲改一百，好不好？好，冲改一百，睇個彈改一百。好，嚟彈歌啦嚇，嚟。神蒙太家。家剝落去乜嘅啊？剝來屌。屌啊！哦，調到前面有人衝啊。係啊，家咁樣衝屌。係啊。確天。係啊。笑啊！糖豆一衝唔會衝咁屌。我哋衝埋。我衝埋嘅。屌。嚇？屌。剝來屌。糖豆一衝怪怪屌。嚟，彈一下陳高總。陳高總。啊，今每日一個戲美容設計，從一個平板基本上來講，也順順的。各位佢從嘅各方面也是全部都有交代好勢。從大家講嘅愛情，將來愛情嘅情，宣傳子孫嘅孫，佢都要唔可以將獨親團嚇，要牽引係。不如講，也要愛來建議啦。基本佢創嘅比較要好愛留佢建議部分，應該係橋老搖，無奈橋，老推搖嘅面向嘅牽引嗬，應該佢做得牽較足一些咧。呀，下一拜佢做得可以加油嘅素材。好，阿子姐，小楊先生，來看日嘅本書哦。戲美容嘅本書。恭喜你！沈夢先生，今日太難唱到清好呢。大家都按過分啦呢。哦，恭喜，先坐一下，坐一下，坐了一下啊，係啊。啊！得拋啲不夾啲本嚟嘛，攏車位，攏車位，吼，是在點心的。好嚟殺下嚟，來青年太公，來青年來到舞台當中哈。好，兩位主持人好。哎，你好，你地福卡又出道乜嘅條誒？散購子。散購子哦。嗯。散購子對你嚟講，當順時啦，嗬。做得冇問題啊！嗬，哦，按你做嚟觸坤上則刺，看三則刺，三則刺，哦，看係乜嘅刺？哦，金鯉魚，金鯉魚，金鯉魚，
吴义峰来认真。好了，3只词，快速的哈，好，冇问题哈好的，来看词都马该来。好。哦。又奇怪又今日读啊，就允许人好吼。故人啊。哎呀，又出到故人。哈，故人较简单，系咪？唔要出到故事，其实冇呢。我做一故事来创，用来丢起来，点都较好创的。嗯。啊，出到赖认真先生的。好，来认真。来认真欣赏。给词。来认真欣赏，加个构词。啊，按大家来看来经验欣赏来创业跳舞的，好来听。娘乡了跳那站那，唱戏那个那，比赛那了度啊，有啥了个那。日晒哟唱那出来，明天又哈那，俩吹靠了香啊，真痛我罗那。新丰台噶，好，两位主持人好，冇问题啊，对你来讲冇乜个挑战性，唉，因为大家都想讲已经咧讲原国术嘅，这应该出一条嘅哈，还有艺术性的东西，结果啊，按好运，除到赖先生嘅，真系允许人哦，今日大家允许拢过好，除了感冒以外，好嘞，谈一下呢，江老师，江老师。来欣赏了首山歌，我记得唱到阿曼的晚景，因为我感觉佢嘅声音嘹亮，佢嘅了首歌啦，安度稳稳当当，还个唱出佢嘅自信心。因为老记咧歌词哈，又总系挑战，也总系心情，也又符合起来嘅歌词，就是说声音跟歌词哈，都是表现到当完整嘅意思。小梦应该知道以后，小梦，好，小梦，好，吴颖线上。好，来台讲吼，我想你从三个系大家吼都当倾听界，不过系讲最近我再讲一啲啲就嘛个建议吼，就是你在唱的时间，因为你个上任本来就系动好吼，就是祖师也给饭吃吼，给你一个好声音。不过你也上暗好的时间吼，莫上时就要讲莫从到听难，留一丝丝的空间，吼，譬如讲腔乐。嘅表现图，吼，再个是考虑一下，吼，可能音乐下来上映，再个出来些么，一下调台上，吼，我本人期待应该上映出来嘅优美的程度，吼，韩国呢，譬如讲调那那些难图，然后难度，吼，佮就差一啲啲停停，所以系咪难图嘅图，然后佢唱到下清楚的，莫唱到安嫩那些图到度。
吼，就会本人搞唔清楚，吼，韩国有选歌，选了则是呢，今系张嘴音嘛，吼，所以你唱嘅些，你形容上任到去台上出去，所以个音够溜，你用耳机躺起来，就会有滴滴。那个抖音不算是抖音，跟原味嘅表现，又都像提高音呢。好，就係呢一部分可能你十個女上一下係唔係上音按好吼，莫從到按嫩，上時落去舒展了一啲啲，我想按用嘅原味上時會喊下聲音，拍攝本建議一下，是嗎？好，先夢，好，看人家的分數，好來。來，請人的分數。先生。90分，恭喜你哈！恭喜啊！先準備檔可以坐定。好，來一下姜鋪提亮名，到底係萬一呢？提亮名。到底係萬一呢？總分559分呢，天秀瑩。歡迎天秀瑩來到我哋舞台當中。哎呀，請我哋參考總是他的辦法呢。呀，故嘅冠軍比賽嘅第6名。謝謝。好，來拍照啊！好，多謝你參考照，謝謝。什麼高照？哎呦，喲，真的呢，本期一語成讖啊，喲，真的很難。我這個沒底呀，你心裡有數？對，心裡有數啦。比賽就是這樣，比賽就很用啊。所以表示還有機會啦。對嘛，還有機會再過來拼啊！好，也唔係輸得唔怕，但是咩冇輸誒，滾演突然第6名，佢冇一多3人油呢。你知道咩當傻批了哈？你知道當傻批了。是啊，走，反正還有機會嘛。哦，你家上行個揸個名次較高對唔？我相信人家有。再嚟報名一下。再過來報名。好，從每一講啊你。一路繼續唱歌，本太感好嗎？對咯，一定會有。恭喜你得到哎呀年度冠軍的第6名，恭喜！謝謝。好，請在邊當坐，謝謝。哦，下禮拜大家一天都準時收看啦呢哈。看到底萬人係按亞季嘅冠軍。哇，超強個，好看哦！好唱歌嘅朋友，即刻嚟報名啊！報名專線0919388398，還有陳振天花0227778231。好，等下到報名，今日非常多謝所有觀眾朋友收看以外呢，還要多謝辛苦嘅評審先生，謝謝。什麼辛苦嘅長西長，好，謝謝。甜品攝影記，什麼小。謝謝老師們，謝謝。還有我們工作同仁們，大家非常辛苦哈。下禮拜大家冇唔記得咯，多加時間嚟時間呢，老年大輪迴，老年共下來，拜拜。一天來看咯。山高柳河南哈從啊。心無可以拿，太路了唔拿行啊。上有路天哪，你跳愛落山的呀，
今比你还好吗？日头会落山的呀，今比你嘛巧伊的呀。放一条散发的河，吐一条理想的光，放一条散发的河，吐一条理想的光，不卡。那那哈贵呀，心无安呐，西路了。哦，那行啊，天边了雨在那日头。也落山的呀，今比你还好吗？也是强翻身，今比你嘛巧的呀，好转摆。Yeah.